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永权阿权妹，大家是帮忙大家应该知道要在时间福起来播出的时间，下晝頭4點已經18的啦。不過也去發這件就係大家人上家門的時間，你冇注意就會講出也去18忙也去發。今日節目當中，我哋一開始愛問大家18忙咯，因為節目當中今日我來紹介一個料理的品牌，要個品牌啊，做得講家個年代的故事非常非常的豐富，因為家就切家講係客家宴會嘅。私家客家宴會世家哦，非常的不得了。韓國家的我來分享用版的客家料理咯，細細個來分享。今日節目裡頭有請到位來賓，先來分享18嘅主理人妞妞分享。大家好，我係妞妞，大家18忙18忙哦，分享妞妞來到節目當中。接下來我來分享18有個品牌嘅主廚哦，來分享 Peggy 分享。大家好，我係 Peggy，大家18忙。哦，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其實兩位妞妞老 Peggy 係媽媽老妹嘅，錯冇？Peggy 非常嘅時行哦，人嘅名誒，就是出嚟同大家分享。我嘅 Peggy 一般來講，做媽媽就唔會按好用英文要當名誒，你就用英文要當名誒，對不對？打遍整片江山，就係用英文要名誒，很時尚，很時尚，真的。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剛才有講到，我哋係客家宴會的世家，也係乜嘅意思呢？來分享一下。就是我們家從小時候就是開始都會辦桌，阿婆辦桌有50年的經驗。就阿婆就開始自己，他就是辦桌，他就是主廚這樣子。對，他就是主廚。然後我們從小學就開始就是端菜，每個假日都去端菜。然後阿婆就是常常會就是每個假日都去到處辦桌，對，然後會從就可能50桌到100桌都有。按多，對，阿婆一場演奏的處理，還是要幫手，對，幫手3個姑姑媽媽，對，然後有時候可能辦不來的話，還會請就是別人一起來幫忙，對，因為我們那個村子不止我們有辦桌，還有另外一個也有辦桌，對，就是會一起辦桌。呀，聽起來真嘅係親不得了嘅故事哦，因為我冇辦法想象現在很難想象有幾廿幫人來吃飯這樣子的桌菜，已經快要很難想象了。對，故事我同大家來講一下，一開始係阿婆係人講總鋪師嘛，是這個主廚。對，啊唔過還有揾人哋自家來創一個品牌，係想為了阿婆嘅秘辛保留下來嘛。對，就是阿婆這個味道，我一直都很喜歡吃，從小就很喜歡。只要我之前一回家，反正就是會有一個梅乾扣在等我。那像姐姐一回家就是有鳳肉在等她，跟豬腳就是因為你好食控肉，鹹菜講控肉啊，姐姐好食鳳肉。對，然後就是你今天看桌上的菜就知道是誰回家了。哇，對，我們家就是這樣子。我就肚子要，因為我爸爸就會控肉，我就是單純的控肉，我做豆腐乾我就會有控肉色。對，我們在家裡就是你看今天的菜就知道是誰回家了。今年到過年的時節應該不得了吼，過年時食到東澎牌吼，係唔係？挺多。過年很多人哦。幾多人？大概有100，去年應該有110幾個，110幾個人。都呀哈。對，還有100人啥？今年還那多。因為有生人嚟講出來，哇，超多人的。過年還做得有按多少人？然後我們過年都會擺一長桌，然後上面放很多料理，有人要看到相片，超級多料理，好想吃哦。對，我們都自己煮，然後就是大家就是初2回來的時候，就是一起吃飯。哇，有欠親戚嗎？想要當親戚，舉手當親戚，好棒哦。對，我們過年基本上都是這樣。那盤子還有印我們的省哦。太幸福了！古時候人哋過年時節就做得食到按道料理，想為了阿婆嘅秘辛保留下來，古時候創一個品牌。對，按照18。對啊，18沒有特別的意思到底讀什麼？18就是因為平常我只要打電話回家，那阿婆就會說：“嘿，18嘛，你18嘛，你18嘞哦。”就是他自己都會先講這句話。我每次一打電話回家，不管乜嘅時節，對不對？不管什麼時間。按不是條9點，沒有問18嘛？不會9點不會接電話，他6點就睡覺了，他6點就睡覺了。對，那只是我打電話回家，他每一次都是問這樣：“你18嘞嘛？你18嘞哦。”所以我就想說。
又是食饱，就是吃饱的意思。我刚好就是把这句话，然后变成我的品牌，就让大家也是吃得饱的意思。然后又是一个问候语，就是因为客家人就很亲切，然后突然一接电话，去帮忙，你到我们家也是，他也会先问你去帮忙。我走在我家苗栗的路上，看到林上，是帮忙，不过也还可以多点，就是帮忙。就每一次都是这样，很亲切的一句问候，就变成你的品牌给名哎。对，就是希望很温暖。对，很温暖的感觉。不过刚刚没有讲到，妈妈是这个品牌的主厨，虽然妞妞刚刚讲的很多，非常非常多主理人先发言，但是主厨是 Peggy， 嘿妈妈，错冇？妈妈一开始就有甜点阿婆啲嘅好，甜点妞妞阿婆穷下好错冇？系啊，我头摆阿婆办桌的时候，我要甜点都该做，做冻酒咧。等于讲你甜点你嘅假娘，穷下来后。听起来压力好大。如果我爱上爱同爱嘅假娘穷下去盘子，我想到我就觉得好紧张哦，背都流汗，腋下都流汗这样子。阿婆是一个非常严厉。也不是严厉啦，话要好好讲哦。他是一个很急性子，是真的很标准的客家人。他非常会做，肯做，很做，不过有懂会念。这个电视台他会看。不过都伫尾拄做些吼，真是好费庆祝事情。头摆我嫁过来时阵，乜界都唔晓哦，到离啊乜界都晓咧。因为 Peggy 其实係頭擺還蠻退休以前係小學老師，小學老師很愛啲了年的時間可以聽書，冇咁簡單。哎呀，都冇簡單，退休過後啲冇夾嘅冇嘢。妞妞又交付給媽媽一個很重大的任務，對，沒錯。就是創這個品牌，然後他也是退休之後，怕他閒着沒事做，然後想說就創立這個品牌，然後我們家的人就全部同心協力一起做這件事情。真的哦，貴婦卡人窮哈，對，哥哥負責種。種菜，對菜，這個菜是哥哥負責種的，太厲害了。然後我們再去大家像小朋友啊，哥哥的小孩，然後要採購的時候，大家就一起用推車推回來，然後要曬啊，要醃啊，丟寒菜，好難想象哦，都要他杭州的一條龍，還在自己的家裡，還要塞罐子的，哇塞，就是要把鹹菜塞在罐子裡面。哦，那越久越好吃。我很好奇，Peggy 有吃到安用會聽無限無？那本來退休就是想要享受人生呢。唔會啊，冇愛都冇卡咩冇事情做啊。反而佢很愛做某個事情，那很有都投入，唔會老人痴呆。哦，不過那 Peggy 也很投入做亞件事情。老幾天啊，冇嘛該啊。因為也係妞妞自家想到講，想要來創立的品牌，你吃到想要老亞米西留下來。對，這個就是要趕快學起來。我就是很想叫阿婆把所有的食譜。就是他辦桌所有食譜都寫下來，對，這樣以後我們還是可以做，因為他現在老了，快90歲了，哇，會做不來，所以就他寫下來，我們至少以後可以把這個味道流傳下去，對，不會消失，不然現在年輕人很難有這個味道。沒錯，而且呀，它品牌嘅經營嘅方式算是料理包，然後你可以宅配到屋卡，就可以自己加熱，就做對有後色咧一品菜，雞牙品菜，你只要自己加熱就可以了，所以走。這樣子的方式經營，保留誒東道種阿婆嘅米食，啊前一步嘅年長高鐵嘛，故說大家可能涉獵東道澎湃嘅料理。那妞妞家的個品牌，家的個品牌就是以這個年節啊，或者是年菜啊，要的料理為主。跟前一步嘅過年呀，都有出來的料理呢，同大家紹介一下。有出一些雞湯，然後佛跳牆。還有鳳肉，還有鳳肉，對，有鳳肉，然後就是有那個竹筍。通台，鳳肉竹筍絲，然後動態嘅鳳肉，對對對，還有客家人要吃的蔥年菜，蔥年菜，對，這個有，我們家桌上都會有，好漂亮哦！哎呀，係過年的時節，漳州的聽到誒，對對，啊唔過年過睇過後就冇按用像年菜系列的，年菜就沒有年菜，但是會有一般的料理包，對，就是有梅乾肉燥掛包，對對對，只是珍珠美人魚掛包。
哦，这个是就也是一般平常的也是这个珍珠美人鱼挂包，一般平常也都是。哦，就是像是就是外包装可能会有一些的某空用，年节有年节的包装，那我们平常的话就是比较文青的包装。哦，对，某空用嘅 T 恤，啊，不过像看呀过年这么喜庆的包装，也含对客家人来讲，还蛮过呀长夜班全部就算过年啦。所以今天含说喺呢过年的期间，大家看到呀好食的东西、好食的料理，含个喜庆的包装哦，本大家在过来想看下，可能那个时节想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啊，做对来听一下家的料理，还有当中内容会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我係周永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老傳統嘅客家料理啊，變做呀，算是料理包。你做得買一張衣服卡，加熱過後，你就做得有當好食嘅一品菜。啊，家下有講到，其實也係娘上愛老阿婆嘅好米絲保留下來，古時候就感謝嘅媽媽 Peggy， 感 Peggy 去學，然後全部就學會來學熟來，過後感佢來做主廚。錯。對，然後媽媽其實咩同歡喜啦吼。勉強。勉強。不是很願意承認，感覺媽媽想說，然後退休的成分又壓下佢這邊都按摩汗，過年的時間還會按摩汗。啊，不過其實我知道我看到嘅係撒下來貴婦客人，大家就強下投入，強下來做一件事情呀嘅品牌。尤其家下有講到，撒下來我同大家來分享嘅呀，清定一下嘅，好老花講掛包，啊客家話我先前有問先生會講割包，就是割開來的那個割包，有沒有？就是像安陽嘅割包，真嘅係等一下懂都是像個卡通那個珍珠美人魚要變身的那個貝殼一樣，對不對？沒錯，很可愛。有沒有想到講用安定一下嘅割包？其實一開始就是我比較喜歡吃的就是梅乾扣肉燥，就是這個肉燥，然後就是它的顏色其實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的亮眼。因為你可以含菜館，就是看起來就會一盤全部就咖啡色、咖啡色的東西。對，它其實看起來就是會讓人沒有那麼想要去嘗試，但我知道這個東西非常好吃。對。然後後來我自己就是慢慢一直想，然後研發，然後後來就想到要做貝殼掛包，然後要做各種不同的色。對，這道菜其實一開始也是為年節發想的哦，因為年節就是桌上的菜，這道上放上去一定超級亮眼，重點是再加上這個肉燥就很好吃。對，後來才想說要就是兩個結合，就是阿婆的梅乾扣肉菜跟我的掛包結合起來哦，而且一般人都不會吃到這樣子的掛包，第一步就會用個三層肉嘛，對不對？就是紅燒的三層肉。啊，不過人家的貴州就是鹹菜館呢這樣子的肉燥。我改肉燥，就是因為我自己平常是去吃那個外面的掛包，因為我也很喜歡吃，然後就去吃，然後發現那個肉只要一掉出來，然後我後面就剩下皮了。我懂。對，就只剩下皮，然後後來我就覺得這個肉燥放上去，它每一口我都咬得到肉，就是每一口都是很好吃的，不會像外面的一樣。因為對我來講，就很好吃，你有上次也是漢堡，你知道嗎？那咬啊，那個肉排就會掉下去，那就會很傷心，你還不得不要拿筷也去夾個肉，然後蹦那個麵包。這很棒哎，我覺得就是把它結合起來，壓到胸飯，真激動後，這是一個很小怎麼講？它不是一個很難的改變，但是你想到，佢就會一個輕有特色的做法。我好像還沒有看過有你個保不用這樣子。肉燥滷肉在裡面的比較少，因為通常就是一塊肉放在裡面。對，但是我之前吃的就是很生氣，就是要麼就整塊咬出來，要麼就是麵包吃完肉還在底下。對，所以我就是把它
用成每一口都咬得到肉。这个做法去做我们家的，很棒。然后其他姜用会用番头粉，然后演习耶，姜用会用到底度，这样才好吃。对，然后刚刚讲到呀，咸菜馆这个梅干菜，就是他讲清油名的呀，这个咸菜三部曲、芥菜三部曲，这个就会拿到七嘎中、七嘎吊、七嘎卤、七嘎塞，对，全部都是一条龙。就是我们家从菜就是哥哥种的，哥哥他可能就是要种前要先去翻土啊，用一些就是种前保养，然后他再去种，然后种完之后，我们就是大家的小朋友啊什么都会去帮忙采收，然后用那个推车推回家里。所以你要不看你懂都赚都不卡周谁，就是没有。就是还在家里这样，基本上都在家，而且我们就是客家可能就是很团聚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我们每个礼拜6日都固定会回家。哇，对，回家的那一天大家就一起帮忙，太阳就用它天数，然后小朋友又可以放电。对，大家一起帮忙做，很棒哎！鼓手就有亚萍菜，然后这个个包啊，虽然看起来颜色很漂亮，大家就会想说，那会不会有色素？其实呀，色素是甜盐那种哦。对，这个是我们用栀子花粉去做的，对，就是纯天然的。然后我们的挂包也都是纯鲜奶做的，一滴水都没有加。就是等于是鲜奶馒头的概念，就是鲜奶馒头，这个很香，哇，对，可以吃吃看，这真的超香。然后那我就一定要来吃吃看了，这个可以吃吃看。你看呀，亚哈素红嘞是红色的，对，很可爱耶，而且这个红应该是红曲红吧，特别是对，很漂亮啊 ，say hello， 塞到口了吗？不会，不是。这个咸菜馆的米西，你真的是一到对那个哈嘎你的灵魂就会被打开，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就是客家人就是必吃，我完全懂。我想要分享给大家。明明你不看，你爸爸亲好用咸菜馆做肉眼，雕肉眼就是一颗一颗的肉丸，然后它也是跟绞肉混在一起，然后我刚刚吃起来只是觉得有回家的味道出来。其实哈嘎料理对你的来讲没共用。就是家里的味道，对不对？对，因为我就是住外面，我一开始会做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住外面，然后想吃不到，然后可能家里用好也是一大锅，所以我现在就会变成说，这个就是小包装料理，然后我在外，然后随便用一个电锅蒸，就是可以吃到这个好吃的味道，而且会连接到你很些时节给记忆，从吗？你小时候有没有印象，就是觉得哪一个时刻，然后让你想到阿婆的哪一个料理这样？基本上我的话就是都是梅干口，因为我真的很爱吃，而且它只要一蒸下去，那个味道就是我从3楼，因为我以前就是住2楼、3楼，对，都会住。然后早上的话，一定都是被这些蒸的味道给香醒来。因为蒸饮太香哎，真的很香。对，因为我们以前办桌的时候，早上要一大早很早就起来做一些事情，那空肉就是其中之一。然后我婆婆买咖牛，每次都会很早就开始卤凤肉，因为你会煲冻酒，对，所以他们那个卤凤肉的香味就直窜3楼。我一直在吞口水，整栋都是那个味道，好不好？整栋都是，不停在吞口水。然后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赶快下去，赶快去看哪一个那个凤肉有掉肉下来的，可以偷吃一块。确定会掉吗？对，一定会，它掉到很小块的。对，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有大块的，他们就抢着咬，超香超好吃的。古早看得出来哦，真紧妞妞有动作对于卡阿婆给后面西上会老给保留下来，从冇对，所以像这样子的后面西除太亚，因为过年就是这一些各种不同的好吃的年菜，过年系列的啊，平常时就会一般的包装，啊，唔过每做的买一都这样给料理包，可以，啊，唔过哈年做的推出来这样子的节庆黑马该时间哦，节庆就是端午节啊，对，5年节没做的来买到节庆的料理。对，端午节的话，我们就是推出的是客家小炒粽。对，因为一般的客家粽其实很像，我觉得很像有饭，就是八宝饭。对，就是客家粽啦，就是不像因为调味基本上差不多啦。对，我就觉得很像。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我们有名的就是客家小炒，对，然后所以我就特别请妈妈帮我做客家小炒粽，很棒哎，看到胸片，而且这个拍起来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就是有客家小炒粽。
对，然后那个草药嘅料放到底肚，错，哇，错，那嘿就是妞妞自己想到的要这样子做。对。还有梅干扣肉粽，妈妈有没有想说你怎么都想一些麻烦的？有啊，他常常每次试试看嘛。对，他每次只要一想到有一点点子，然后就会赖给我，他说你试试看，你做做看，然后我就开始买材料，然后就做。啊，其实他也讲了很多让我做的，比如说水饺，他就有跟我讲说，来，我们来做一下酸菜水饺，因为我们客家人就是咸菜多嘛，对，他就说来做个酸菜水饺啊，来做个什么东西啊？梅干扣肉水饺，梅干扣肉水饺。对，我之前还有想说要把梅干扣肉塞在那个棺材板里面，很有创意耶。对我真的一直在发想，仅次于创意，然后我还在实验当中，因为我们也要我做出来了，大家要试吃，觉得好吃了，我们才会上去买。对，所以我更有某 Q 用嘅想法，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创意，没可能会听听呢有这些创新的料理会慢慢的出现。对，哇，很棒，我们都要试一阵子，然后试蛮久，然后给大家试吃，我们都会有一个试吃会，像这个也是办过试吃会的，然后才找亲戚朋友吗？这个没有，这个是找这里。网络上也有哦，网络上也有，因为我们怕亲戚来一定会说这个很好吃，对，所以网络上我们有先做问卷，然后还有开一个试吃会，很棒哎，然后也有一个就是讲解我们的品牌，然后给大家知道，然后让他们试吃。因为呀，还有上运动腔哦，其实就会用路做事情哎，甚至也连卖全部就会以用用路的方式来卖，从用网络的方式来订购，对，然后就宅配，对，宅配到家。哇，懂好呢，我知道，因为像按用嘅方式就做得是到，唔管係妞妞佢自家，也係講Peggy自家咩用，應該咩動好生揀用做嘅菜，對，故說然後按用嘅後面是同大家分享，然後又做得用輕方片嘅方式，就做得來食到好食嘅料理，還有當內容會同大家來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其實依個客家人，客家嘅米線對佢來講非常非常嘅重要。故說做得老爺好米線，然後來變做自家創業嘅工具哦。啊，接下來又攞自家中意嘅米線同大家來分享，就係今日小嘅嘅故事，係妞妞同 Peggy 來同大家來分享。再個來同大家講一下，其實妞妞講下一出小嘅嘅動作有相關自家品牌嘅一條內容啊，一條故事。不過其實妞妞佢自家本身係有哪個一條路？什麼？對，我本身是平面設計師。哇！然後對，就是我是平面設計師，那像這個盒子，就是也是我們自己設計的，我自己設計的，很漂亮。它的那個設計裡面是用花窗。其實因為我們老家的那個窗戶到現在還是這個花窗。有，我們攝影朋友那裡啊，對，我房間的就是這個花窗，我家的也是，我房間的就是這個花窗。然後就是我就是想說，因為客家跟花布、花窗這些就是很相近，然後想說把它放在我的盒子裡面，對，然後就是把它設計的像花窗一樣。對，而且我看到那個社報的這個也是窗，對，社報的那上面也是花，很可愛。因為客家跟花布，然後那個寶下面還有一碗飯，一個碗的感覺，就是吃飽的意思。很棒哎，就是聯想起來，然後我就是自己設計 logo 跟我的設計包裝設計，而且整個像是我們剛剛有看到嘅胸片，也還跟我現在後面看到的一些海報啊、文宣，其實視覺都很漂亮哎，謝謝，都是妞妞自己一手包辦的。我們就是我自己就是都會借設計案回來做，然後這些圖都是我們一手包辦的。hip 胸哦，膝蓋 hip 也是我們自己拍的，很厲害，這都是自己拍的。太有才華了，要這麼有才華。攝影師是找朋友啦，哦，不是我自己真的拍，但是就是我自己把它處理後製，媽媽處理的，食物造型師在這，很厲害。沒有，他叫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食物造型師，哇，要真係喺鬼屋砍影共下合作嘅一個品牌。對對對。
对，那阿婆基本人第一件事情嘛，就是拿这个阿婆的这个好手艺拿来创业这样子。对啊，阿婆懂机器。哦，真劲哦！大摆来做菜的时节，佢到旁边监工，哦，唔该做唔得啊，弄啊弄。哎，都会熊熊阿婆亲养给，毕竟是打着她的名号啊，对不对？阿婆的好味道，对，非常严格。对，而且没坚持为了自己后面是后数年继续传承下去。对，所以阿婆为的水分要用看，监督。他做每一道菜，他都在旁边盯着看，真的巡逻这样看。会忍不住下手帮忙吗？会，有时候对他如果有时候他觉得我做的不合他意的时候，他就来，我来，就这样。啊，唔过我知道，因为俺妹有俺爸爸妈妈都懂会做料理，然后俺妹当上会同家都学做料理，啊，大半俺就问俺爸讲，爸人空用用来煲的，啊，伊就说啊，挑油啊，桶啊，不用啊，鱼啊，宝宝啊，就按那啊，然后我就想说，这样子我要怎么学？阿婆搞的时间会按你搞吗？唔会，阿婆在教我的时候，她都会讲，乜该先不用，先不用盖，先不用料，然后要等多久，然后要怎么样，她都会一道一道的讲很清楚。嘿，这个是种故事，古早亲怎样？因为他可能有懂得会同意，要就是把他当成师傅嘛，他可能有很多学徒这样子。一共顺序不对的话，该每套是冇共用的。哦，佢同揀用按用可唔可以壓啲動態冇？動態，真是動態。我還有3隻阿姑，咪共用手藝咪動好，我都該好嘅時間，我真是壓啲動態啊。真勁哦，想到真的是有背後發涼的感覺。不會啦，現在都很和善。現在不會了，現在不會，以前可能會，現在不會了。不過阿婆應該懂聽吧，就是老家嘅咪西，太家按中醫按好佢親翻譯，對，太家懂好家做嘅菜，佢親翻譯。所以就會繼續按用一直來研發出新的東西、新的產品。那經過按用嘅一段過程也都創業都也差唔多有幾久誒。真正開始賣的話是去年的過年，對，真正開始賣。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就是研發這些東西啊，加設計啊，加一些包裝 logo 這些，我們大概2年多有了。哦，對，實際開始創業差唔多1年多嘅時間。不過都從籌備開始，籌備大概2年多了。哇，因為呀，其實每一件挺簡單的事情，要有一個品牌。對，就是我還到處去上課，就是去上啊，怎麼樣用一個好品牌啊，然後要有故事。就是要有故事，人家就會更想要知道，所以我也是就是在想說，我小時候很多故事跟客家的故事都會想要分享給大家。對啊，因為客家人我不知道怎麼，好像也是閩南人比較多吧。對啊，確實，就是客家會比較隱性，就算有也比較隱性，會想要讓大家認識一下客家人跟客家文化。對啊，畢竟我自己也是客家人。對，所以都你要有個這個粉專是不是？你們的粉專有在分享同客家有相關的故事，對，是希望可以不僅僅是客家賣客家料理聽聽，還做得了客家嘅客家故事、客家的記憶跟大家分享。對，像有一些吃的啊，像板條哦，對，然後還有客家雞醬，對，哇。雞醬是真的蠻多人會買，而且過年也會拿去送人。對，它只要沾雞肉的話就非常好吃。沾雞肉、沾青菜都很好吃。青菜，真嘅青好食雞醬。啊，不過我想問，我沒有你公館的雞醬吼，是橢圓形的金棗做的雞醬。你們的是因為我堂公有你會用圓形的，我們的也是橢圓形啊。你們的那我們是同一樣的，對，一樣的。因為我有試過用那個就是酸雞做的，就同那個韓式時間吃到嘅雞醬有一些冇共用，不過很好吃。但我就是想要確認一下，我們是不是同一種？同樣的。對，所以是橢圓形的金棗做的呀，雞醬。所以像這樣子的故事，你也會放上你的？對，我都會放上去粉專，像天創一我也有放過。天創一我是就是我一直很記得這一天。
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因为这一天天穿营是所有客家人都会休息的一天，对，所有人都没有工作。对，因为我阿公，因为想到我阿公，就是他每次就是到这一天之后，他就是真的很传统客家人，他就是不工作哦，然后就骑着他的摩托车去竹东看戏。去三人公园吗？对，去唐颖唱山歌比赛，就超级想到这天。哇，因为我已经没有这个记忆了。你看，谁时间？对，因为阿公阿婆这有都他走，你是不是快？对啊，对，想到我阿公。想到阿公，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哈港影最美好的记忆，对不对？我可以理解。但是也可以感觉到你对品牌的爱，就是你对家人的爱，满满的。妈妈，你安慰一下他，我都快哭了。突然想到我阿公，因为阿公真的是最疼孩子的。对，阿公阿婆没 Q 用啊，阿婆就会。对，阿婆是嘴巴。刀子嘴豆腐心，但是心里是非常疼他们，不管是对孩子啊，还是对小孩，都是一样的。然后阿公因为前几年过世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这样子。对，但我想这样子也是另外一种把家人之间的情感跟那些画面留下来。对呀。这就是想到天川日，我就想到阿公。对，这就是一个画面。你有可能想到天川，你也想到阿公，对，就会想到空有想到阿爸。对不对？就是一道料理，一段记忆，一个客家的回忆，就是小时候我们的故事。哎呀的东西，一同太嘎福用，你的品牌就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我们的故事啦。对，还有很多客家的故事。对，所以继续期待这个妞妞他们家也都个品牌申报。对呀，都在同泰家来分享韩卡豆的故事。没错，可以关注我们的 FB， 关注我们的 FB 有什么呢？除了做的来听呀好吃的料理以外，还做的看得到很多神奇的故事。基本嘅福喜卡拉 OK 就要请妞妞来分享一下，红着眼介绍一下自己家乡的有趣的后告后料的手材，对不对？就这里，对。新竹客家一日游景点，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看我们粉专，就是常有分享一些景点。那我这边的话可以分享我们新竹内湾，内湾是真的很好玩哦。就是内湾不但可以吃到很多客家料理，就是有菜包，还有炸野姜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我有吃过野姜花，很好吃。炸野姜花很好吃，然后还有野姜花粽，这些我觉得就是那一整条老街就是很多东西，菜包啊什么的都有。然后加上内湾又可以玩赛车。哦，对，又可以泡温泉，对，就是可以泡温泉，又可以玩赛车。好像过一阵子就有萤火虫了，对不对？还有萤火虫，三月嘞，边嘞就有萤火虫，还有桐花，还有油桐花，对，就是5月6月雪，还有很多景观餐厅，对，还有很多景观餐厅，所以新竹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大家来，在内湾。对，那如果还要去别的地方玩的话，北埔也不错。哇，我有感觉到满满对家乡的爱。我们很爱我们的家乡。对，就算来到外地做事，还是上的乌卡的东西，乌卡的好米西，啊，上个老按用的好米西同大家来分享。唔知大家今日也有中意妞妞老佩奇家的嘅故事冇？会好好支持客家有上人创嘅品牌哦。故作今日谢谢妞妞跟佩奇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谢谢。谢谢。每上网天司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数休息一下，等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話客家天使台嘅 YouTube 頻道，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